再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，佮表示讲要针对半导体佮药品等产品来进行调查，才来决定讲关税的政策。咱国的经济部长郭志辉嘛表示讲，咱已经有做打算，会尽量来甲美方沟通。卫生福利部部长邱泰源嘛表示讲，咱目前对美国进口的药品是占咱健保费的一成，嘛来做好准备应用。美国对顶关税措施后一波会锁定半导体甲药品，引起外界烦恼，可能会冲击到台湾药品的供应。卫福部长邱泰源表示，目前台湾为美国进口的药品差不多占健保费的10%，徛伫预防、抗癌治疗会做上好的准备。做成本的分析，健保署申请，那健保署就会依据这样来调价，所以不会影响药物的进口。所以应该我们在切药这个部分，我们都做好最好的准备。除了药品，包括半导体、电脑甲电通产品，可能嘛去予美国加扣关税。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，有关 ICT 产品，台湾甲美国的品牌商有完整的合作，会当帮助美国品牌发展世界的通路。也若回答传出要甲台积电、鸿海等等的公司合作，伫美国市场生产 AI 超级电脑，经济部会甲因合作甲关心。也若半导体会去用加扣偌济关税咧？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，有咧模拟可能的情形。我们在这个关税的部分，我们会尽量跟美方来沟通。那么基于台美之间呢，大家的这个利益，我们替我们的这个业者争取一个公平，然后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关税。整个晶片的产业跟 AI 产业发展上面，不要因为关税政策而产生很重大的延迟，甚至是产生自己竞争不利的状况。针对关税战，有风声讲，川普考虑要甲进口的汽车甲零件实施临时免扣关税，加上关税暂缓90天，嘛降低股市市场惊吓的情绪。15台股开悬走悬，盘中上悬有甲19844点。有分析师认为讲，台股会惊开盘起落无大，车牌台积电盘中上悬有甲878块。也若汽车类股嘛，因为川普可能暂时未扣关税，停限走悬。目前来讲的话，短线确实有机会由这个族群、这个产业在做一个点火动作。不过是否能够延续的话，还是要看川普这个政策第2天、第3天市场的这个反应如何。分析师认为讲，这礼拜因为国安基金入场，金融股甲拜四台积电的发说会表现若好，有可能会加做台股重新登去2万点大关，观察的指标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